你在唱啥啦？后礼拜就是耶诞节安尼。哦，所以咧，耶诞节过后一礼拜就是跨年啊，所以咧，过来就要放假啊。啊，我就知影你的重点是放假。但是吼，即个毋是放假进前的录音啦，所以讲吼，对听众朋友是有够歹势的啦。歹势啥？就无法度互大家听到咱中秋连假进前迄种小小的白变啊。我袂讲你这小小啦，我著一直拢安尼小小。你吼，但是啊，我感觉最近的听众朋友写的批变少安尼。真的，大家最近吼拢写来拢是伫讲啊，出名人车掌门听了的感想。是啊，毋过咱嘛爱感谢大家喜咱的节目啊。对，我想着，其中吼有一个网友的感想，讲是讲咱节目的声音嘛，甲伊听 Podcast 的一寡节目比起来，是讲有较细声啦。啊，是哦，敢有真侪人安尼讲？无啦，目前敢若一两个尔，因为吼，阮拢是用迄电视频道高大的声音标准是去处理的啦。对啦，若是听众朋友啊有即个感觉，欢迎来甲阮讲，我会叫后边改进。这算调整，无算改进，好无？讲甲呢？哦，好啦，调整。哪像足久无念批安尼？那你会紧张哦？无啊，是要紧张啥？哦，你赶紧开场较实在啦。好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变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抑佮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阿婷写来的，你声音哪怪怪？无啊，足久无念批，欢喜一个啊。好，互你欢喜。第一张批是阿婷写来的批，黑白恁好，已经12月份啊，最近天气真寒，佮定定伫落雨，无啥物出日头的日子，嘛互我的心情对咧变乌阴。毋过，就伫几工前，有一件互我感觉真快乐的代志。虽讲毋是跨年的经验，但是真想要甲恁分享，所以就寄这张批来。哎哟，听众朋友哪会遮尔客气啦？有啥物想要讲的，拢会当写批来啊。好，继续。伫几工前，我去一间有卖果子四小的食品店买食食，而且是有真侪分店迄种的哦。一般来讲，人客拢袂想到因的店员会甲人客讲台语。我入去的时，当咧翕要传去防疫用的 QR code， 店员真好礼，佮用华语甲我讲：来量体温一下，因为最近又有本土病例，所以要多一道程序。因为我拢有咧看新闻，所以嘛知影即件代志，就真配合，互伊甲我磅下头的温度。量过无问题了后，我才开始经要买物件。这时我甲伊的对话也是拢咧用华语。后来一个送货的大兄入来就开始唠台语，伊甲店员讲。你好，回来啊！单放倒我遮哦，你签收一个。店员嘛用台语甲伊应讲，好，我随来签。我听店员讲的台语开口真断嗲，就知影讲刷落来我会使全程讲台语啊。后来换我介绍的时阵，我主动用台语甲伊讲话，伊讲即马讲台语的人客真少，佮学了我的台语讲了真好。行出迄间店，我心情真欢喜。虽然天顶无出日，毋过我的心就若像是温暖的好天飞长开。因为我即马知影，无一定干那伫菜市仔、路边摊才有机会伫生活中甲青份人用台语对话。只要我愿意先开嘴讲台语，有规模的连锁店店员嘛有机会会甲我来讲台语。我感觉平常时甲无熟悉的人讲台语，是真好练习台语口说的时机。毋若家己的台语会愈讲愈顺，台语技术的水，就搁较有可能一直存在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就若像是喘气共款遐尔顺畅。以后我会把握每一遍会使甲千份人讲台语的机会，互即个水佮有文化的语言一直活伫我的喙内底。哇，足赞的呢，是一个练习语言真好的经验分享哦。是啦，会晓甲你讲，我来台北市了嘛有即种感觉呢，真正是较少人在讲台语。嘿啊，但是啊，我感觉就甲阿婷讲的共款，有的人可能是惊讲对方听无，袂晓讲台语啦。无毋对啊，这就甲咱看到外国人自然就会讲 Hello、Thank you 共款啊。嘿啦，看到日本人都爱讲すみません。对啦，看到韩国人就讲安尼较细哦。等下，你拄则迄句听起来敢是台语？哎哟，差不多就好啦。其实咱台语嘛会通。哎哟，你莫闹啊啦，紧念第二张批，暗时是我。像你闹。
好啦，你去念第二张。好啦，第二张批是台北的白泡泡写来，两位主持人好。讲到跨年，就想起我少年的各种体验，即马想起来实在有够怀念。毋知影是为当时开始，新历的每一年上尾一天，拢会举办跨年演唱会。迄当时阁是高中生的我，和阮班的几个同学小招去看演唱会。结束了后，阁骑乌多摆载同学伫无人的街仔路乌白撞。啊！即马想起来，迄个时阵我的心脏有够大粒，嘛好佳在无出代志。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秘密，一直拢无甲人讲过。即马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讲，是希望大家毋通模仿。咦，爱注意哦。好。过来就要讲到我大学的跨年经验，因为我是去外地读大学，较少转去家乡，大家嘛无啥爱去人客人的演唱会，阮就家己计划跨年要安怎过。大学1年啊，大家较爱去外口过，就去 KTV 唱歌到天光，唱了阁去食早顿。迄当时唱歌夭寿寿，无像即嘛，我久久啊才有机会去唱一摆。2年啊，可能体力无遐好，嘛因为有伫外口睡厝。大家少少咧斗阵食火锅，看电视演唱会的转播。3年啊，因为有人教我拍麻将，迄当阵有够痟的，无上课的时阵就招卡拍麻将，爱算到吼，跨年迄天嘛咧算，一直算到天光，不知不觉年就过啊。虽然讲有淡薄仔无彩，毋过嘛，互我足难忘的。4年啊的时阵，因为做伙闹热的学兄学姐拢毕业啊，人变较少。我就对厝伫高雄的同学转去，嘛算是顺续去耍，阁会当看到我上喜意的团体伫高雄唱歌。会记得高雄的天气有够好，每一年北部拢是湿湿冷冷的，我阁爱扎厚衫落去，热甲流汗。即马已经出社会几落冬啊，嘛对跨年活动愈来愈无兴趣，可能是体力嘛对少年人袂着啊。毋过旧年有机会去听爱开钱的演唱会。就感觉我每一年有新的目标啊，开一寡钱，欢欢喜喜去听一场演唱会，甲家己讲一声辛苦啊！明年的同一个时间一定爱过来。有人讲，一世人一定爱去听一摆演唱会。听过演唱会了，我非常认同。毋知影两位敢有认同？有，我嘛是安尼认为。而且我甲你讲，一定爱坐一遍第一排体验一下。白边，你敢捌去过？你敢有认同？哦，我嘛是，我嘛足介意去听演唱会，大家做伙唱一条歌，感受迄种气氛，去一摆就会调哦。哎哟，听起来你去过足侪场的哦。无啦，我无遐好运，逐摆拢抢有门票，有钱嘛买无。哦，啊无我唱互你听啊，免钱的呢，逐工拢互你听演唱会。这无爱，你会甲歌唱甲走音，伤害我的耳仔，我阁爱甲你收医药费。哦，别讲。人我的歌声是真侪人认真过的，好无？人是歹势甲你讲啦，无你现场唱几句来听。这无爱的，你叫我唱我就唱哦。好好好，拢莫唱。敢讲你真正想要听我唱？哎，无爱甲你咧遐543啦，紧掠一张批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来念第3张批。第3张批是高雄的张话写来的批。我白边您好，我是高雄的张话。看到恁即个月主题是跨年。我就想要来甲恁分享我第一届去台北101看烟火的经验。我甲真侪人共款，拢是来台北趁钱的，就是之前真流行在讲的北漂青年。烟火住伫高雄的时阵，拢是去梦时代尔尔。有捌去过一届二代世界看烟火，毋知影乌白边敢有去过二代世界？遐路无大条，毋那弯弯弯弯，阁真细。上山的时阵毋那会塞车，烟火结束的时阵就阁较塞。捌听过有人1点结束赛车出来。结果天光啊5、6点才落来，真正是足寒的。所以阮拢干那伫咧梦时代附近看烟火尔尔。拄来台北头1年，就听讲101烟火是水假，但是迄年我落草无熟，而且嘛毋知影讲要甲啥物人做伙去。后来伫第3年的时阵，阮高雄的朋友问我跨年敢有要留伫咧台北，伊拄好有休困，想要来台北101看烟火，问我要做伙去无？哇，来3年啊，总算是有伴通去。黑白边我先讲哦，毋是我伫台北无熟悉新朋友，但是大家拢有家己原本的生活圈。我即个人是较避暑，歹势去加入因朋友啦。白边你看够共款呢，做避暑的。继续。所以阮高雄的朋友要来找我看烟火的时阵，真正互我足欢喜的。
迄天我下班就紧出发，差不多5点就赶去101的下骹。会记得迄当阵我是较外近君悦酒店的，迄个时阵才差不多要6点，结果就已经有真侪人伫遐咧准备。大家的家私是穿白边，有自涂骹的珠仔，阁有会当架的毯仔，有的人阁准备桌仔甲椅仔，真正若像咧野餐共款。差不多7点外，阮朋友坐车到台北啊，伊要食食来甲我会合，两个人坐伫涂骹开始食饭等时间。结果我才知影讲是安怎大家的家私会穿遐济，因为才8点尔，阮两人坐伫纸箱顶悬，就开始感觉尻川凉凉，过来是骹冷手冷。时间愈晚是愈寒，到10点的时阵，我已经咧皮皮喘。阮朋友较骨力，毋惊讲人真济爱行足远的，佮特别去便利商店买有小包转来打，而且伊佮加买1份互我，真正是足感动的。后来11点到12点，我嘛毋知影是安怎过的，但是一直感觉足寒的，现场佮有小可大梦的感觉。总算是等到到达时间时阵，我赶紧坐好正，准备要看烟火。结果烟火嘣嘣嘣嘣嘣有够大声的，现场烟火的烧气拄着冷空气，毋知影是烟还是雾，规个变甲蒙蒙，而且风真透。阮即向看到烟火佫歪歪，坐落来佫一直闻到火药的味，有够臭的，甲我伫电视顶看到的拢无共。头前佫听到有人拿手去互烟火落落来的壳用着目睭，佫有救护车要驶入来，真正是足恐怖的。退场的时阵嘛是共款凄惨。要去坐大众运输的人是有够济的，落尾我甲阮朋友是用行2站坐运站的距离去牵车，啥物烟火一点仔印象嘛无，就敢若知影讲迄天是又佫忝又佫寒，真正是要死啊！若是以后有人想要去101下骹看烟火，会当参考我的经验哦。多谢黑白边。哇，张的你辛苦啊！我嘛去过一摆，毋过无你遐尼凄惨呢。原来伫101下骹是即款的经验哦，我拢毋知呢。嘿啊，我印象中就是人足济，我伫路边徛甲骹有够酸的。毋过啊，迄烟火非常精彩，我阁有录影哦。哎哟，听起来是天气袂歹哦。但是我感觉家私穿便便的人应该是真有经验啦。你阁知影？哦，这你都毋知，因为我以早伫迄世贸上班啊，逐年跨年迄天阮拢会当提早下班。但是有一摆啊，我物件袂记哩早，我想讲半暝较无人啊，就会当转去摕。差不多是3、4点的时阵，路边阁有真侪人伫咧啉酒甲跳舞呢，看起来是足闹热的。哈，跳到半暝遐厉害哦！对啊，我看有的人阁有准备困地啊呢，啉酒醉了就直接困伫涂骹。听阮公司大楼资深的警卫大兄讲，逐年拢嘛安尼。哈，但是啊，即嘛有疫情呢。对啊，嘛是要甲大家宣传一下，最近北部阁有疫情出现，而且新的病毒阁特别厉害哦。是啦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。若是无代志，就踮厝加陪看电视就好啦。好哦。5、4、3、2、1。哎哟，你创啥啦？甲我惊着啊啦！啊无啊，我想讲，听众朋友，若是讲迄天感觉会无聊啊，会当去听一遍咱的节目啊。我会当陪大家到达时间。重点是，你先通知一下好无？雄遐大声，甲我惊着。我有较摕呢，我有离麦克较摕呢，但是甲你惊着嘛是我的重点啦。你哦，听讲啊，后礼拜是大来宾，你到时就较正经的啊。哦，好啦，后礼拜才讲啦。先伫遮甲大家讲新年快乐哦。拢免讲的哦。讲啥？少一个哦。好啦，搁一摆啦。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明年要继续收听哦。你确定明年咱搁有哦？呸！想要休困你就讲哦。无啦，哪有讲笑的吼？好啦，赶紧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。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配是？做伙来听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是啦，但是啊，咱啊，是啊，毋过来量体温一下，因为最近又有本土病例，所以要多一道考验。屁呀！店员跟我上班，店员嘛用台语甲伊应讲，好，我随来签。我想破音，只要我愿意先开嘴讲台语。
为几无台语艺术的水，台语艺术啊，哇，足赞的呢，是一个练习语言练习。哇，足赞的呢，是一个练习语言真好的经验分享哦。嘿啊，但是啊，我感觉讲，就甲阿婷讲的共款，有的人可能是惊讲对方听无。伊是阿婷，啊不是，伊毋是阿婷。嘿啊，但是啊，我感觉就甲阿婷讲的共款。阿婷还着你啊！哎呦，差不多就好啦。其实咱台语嘛会通，台湾百变通。咱是叫台湾百变通嘛？这无台语百变通啊！就去 KTV 唱歌，唱歌，就去 KTV 唱歌，唱歌，就去 KTV 唱歌，唱歌，就去。我这爱付钱的呢。你是讲要唱免钱互我听？哈，跳到半暝较闹热咯，毋免讲。明年爱继续收听哦。你看我顶来就。